后来这个疫情的影响，台湾货库的库存量无到7天，关会中心专工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要求协助，因为去年指南宫的关会量4万外地，是全台湾关会量的第1名。指南宫一知影货库欠货，马上就来发出讲关会送钱无，鼓励民众出门来灌货。按算伫3天内募集到1000袋货。就爸爸找到后生查囝为中华来灌货，一家伙灌出到1000cc 的货。上火细胞保的气，6、5秒。民众伫关火车内准备要灌火，车外阁有100外位排队等要灌火。疫情警戒降级了后，关火车来到德山指南宫，鼓励民众来灌火。又刚好现在在缺血，然后就想来了。那在疫情期间会不会担心？第一次哦。对，跟爸爸一起来的。丹东头一摆来灌火，爸爸带伊和妹妹自中华来灌火，3个人就灌1000cc。捐血救人啊！正好刚好缺血啊！疫情警戒降到2级，不过全台货库嘛真欠货，长期拢是安全存量较无7天的情形，7月底甚至较无4天。已经低于4天了。那其实不单单是疫情的影响啊，也还有气候的影响。这几天几乎都是在下大雨。疫情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减少发放这个钱母。大家捐血拿到的东西再送给爸爸当父亲节礼物。关火中心嘛请指南宫来斗3天，因为指南宫去年关火量4万外地，是全台第1名。指南宫嘛讲关火要送钱无，鼓励民众做伙来关火，按算伫3天内会使有1000袋货来解决全台欠货问题。